少年，感觉真勇真有希望啦哈，非常欢喜转来台南啦哈。阮太太生命够少皮啊袂哈，拄仔佫交代讲倒一间啊，我看遐搭够伫诶无哈。啊，非常欢喜看到咱家己的乡亲，啊，甲大家拜一个晚年吼，祝大家蛇年大家都会当平安健康，大家都会当幸福美满哦！恭喜大家，恭喜大家！转来台南就感慨。但讲过去一冬吼，咱到底伫拼啥？伫立法院拼啥？啊，拄仔困吼，你讲你议会相拍啦吼，啊，就看到立法院吼，差不多吼，梁介先生也好啦，每一位啦，咱遮徐以真委员嘛伫个啦吼，每感觉面是动者。